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这就是我们墨脱最正宗的、最地道的石锅鸡做法，做法比较简单。我们一般都会选用1到2年的土鸡，宰杀之后清洗干净血水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鸡腥味。首先我们要把石锅拿到这个炉子上烧热，烧热了之后往里面倒菜籽油，菜籽油烧热了呢，我们要把姜、蒜丢到里面炒香，然后就放鸡肉翻炒至5分熟的时候，我们要往里面倒3铲水，然后我们要小火慢炖1个小时左右，炖到4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我们要往里面加我们本地特有的白辣椒，还有野生的大脚板山药，继续小火慢炖。出锅之前，我们撒一点葱花提提香，这样呢，喝起来汤鲜味浓。很不错，很不错。Nice。抖音。